大家好，我係機械貓。今日老婆放假，帶佢嚟輕鬆一下。咁呢度咧有間新開張嘅優越美肌，所以咧睇下佢有咩新優惠啦。咁呢度有個體驗價啦，88蚊咋。呢個頭療都用到好多唔同嘅按摩工具喎。蒸完之後咧，啲頭髮咧係柔順，有一種清香嘅味啊！做頭療真係一種解壓嘅好方法。打油花療肉，浸完放鬆之後再做按摩。係，同埋老闆娘都係香港人嚟嘅。係啦，想為啲觀眾咧爭取啲福利咧，可唔可以俾啲福利大家咧？絕對可以啦！喺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係機械貓。今集介紹嘅優越美肌位於深圳嘅龍崗區，最近嘅地鐵站係3號線嘅丹竹頭站，由羅湖口岸或者係蓮塘口岸過關，搭地鐵過去都係30零分鐘，而我更加建議大家 call 車過去，車程最快只要15分鐘。嚟到丹竹頭站嘅 B 出口，咁之後沿住天橋咧一路直行，今集要介紹新開張嘅優越美肌。再經樓梯落去地面，落咗樓梯之後啦，我哋沿住左邊行啦，一路向前行。佢哋開張唔夠1個月，已經大受歡迎。如果大家 call 車過嚟，可以打英群聯華呢個社區啊。大家想過嚟按摩，記得提前預約。咁嚟到呢度就係優越美肌頭療會所噶啦。咁呢間鋪頭可以做頭療啦，做搖肉啦，加埋按摩美容添啊！呢度嘅營業時間由朝頭早10點開到晚上嘅10點鐘。咁優越美肌呢度咧係絕無小費㗎。咁而家睇下佢哋嘅價目表，咁有頭療項目啦，有啲搖肉啦，仲有美容啦，同埋一啲按摩啦。咁另外咧，如果好嘅，大家都可以充值佢哋會員啦，咁嘅優惠更加大㗎。係啦，亦都咁啱啦，遇到老闆娘菲菲啊 Hello，係啦，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優越美肌頭療呢間店咧？啊，絕對可以啦！好我哋咧就係主打係做咩項目咧？有頭療啦，係頭療嘅點解我會中意頭療咧？因為本身我喺香港工作咧係好大壓力㗎，同埋好有呢個緊張啊嗰啲感覺咧，都市人都係呢啲通病。同埋按摩呢樣嘢好重要，因為如果你冇咗個身體個健康咧，就做唔到好多嘢，所以我就開咗呢個優越美肌啦，誠意咧開咗呢間店，為大家服務。係，同埋老闆娘都係香港人嚟嘅。係啊，同你哋講下先，我係香港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㗎。喺深圳呢度開店咧，咁你哋嘅環境更加大、更加舒適啦，咁我哋香港人可以真真正正喺度放鬆到啊！而且呢度嘅裝修都係老闆娘親自設計嘅，配合柔和嘅燈光，令到客人有賓至如歸嘅感覺。全部房都用花嘅名稱嚟命名，為客人打造最舒適嘅環境。滿天星啊！依間更加係老闆娘自己打造㗎，夠晒舒適啊！咁店裏面有單人、雙人同埋3人嘅房啊。咁睇到依間咧就係單人嘅，咁亦都好有私隱度啊。係啦，咁咧我哋呢間房咧就可以全套鬆弛，直情係可以放鬆嘅，又可以浸浴啦。浸浴嘅意思咧就可以令你人哋皮膚啊、新陳代謝會好啲啦，同埋血液循環。咁而家我老婆咧準備咗一個頭療嘅按摩啊，60分鐘只需要88蚊。咁用上消毒好嘅毛巾啊，同埋被鋪啦。首先就會放鬆頭部嘅穴位，咁會用到唔同嘅工具啦，等大家放鬆下啦。而家聽緊呢個係海浪聲，亦都會用氣剪梳。我而家咧用緊氣剪梳嚟按壓緊啲穴位咧，真係好舒服啊！之後到呢個靈魂提取器啊，更加可以放鬆到頭部嘅肌肉。呢個頭療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按摩工具喎。
好重要㗎，因為我哋絕對唔係求其咧咁樣咧按幾按啊咁就算數嘅。所以我哋一定要配搭埋啲配件，直情成個頭嗰部分咧感受到完全係鬆弛放鬆。係啦，放鬆完頭部之後啦，就會同肩部啦去按摩一下，亦都會按埋我哋嘅頸部。技師嘅手法都好正宗啦，會因應客人嘅需要咧調整唔同嘅角度同埋力度啦。咁佢哋亦都有一個秘製嘅秘方啦，去做一個頭療嘅。就是蒸汽，它底下是中藥。蒸完之後咧，啲頭髮咧係有一種清香嘅味啊！喺廣西專程去廣西攞呢啲秘方咧，令到你個頭髮可以更加柔順同埋更加健康。呢度嘅設備都好乾淨啦，舒唔舒服啊？舒服啊！呢個係我做過咁多次頭療咧，比較特別嘅。係啊，同埋啲蒸氣可以蒸埋面添啊，雙重享受啊！啱啱蒸完咧，睇到你啲皮膚都白裏透紅啊！嗱，之後就嚟到水循環嘅環節啦。聽住流水聲真係好舒服，做頭療真係一種解壓嘅好方法。咁做完水循環之後咧，就到護髮嘅步驟。期間亦都會用指壓按摩頭部穴位。咁做完頭療按摩啦，亦都幫大家吹好個頭啦。啱啱做完60分鐘嘅頭療啦，成個人都好放鬆啊！聽住柔和嘅音樂啦，聞住淡淡嘅中藥香味，成個人呢都真係放鬆晒。喺做緊頭療當中啦，都已經舒服到瞓着咗啊！我特別中意佢嗰個蒸氣罩啊！佢連眼部咧都蒸埋，相當於一個眼部 SPA 咁樣，頭 SPA 啊咁樣。係啊，真係夠晒放鬆啊！而且價錢只需要88蚊咋，真係超抵啊！係菲菲啊，同埋想為啲觀眾爭取福利咧，可唔可以啊？絕對可以啦！觀眾睇到呢個視頻咧，直接過嚟揾我哋嘅店長，絕對會有呢個非常之好嘅會員價你哋。睇完呢條視頻過嚟啦，記得截埋圖啦，咁就去享用會員價㗎啦。打油花療肉未完，輪到我啦！而家到我浸呢個花奶油。浸完放鬆之後再做按摩。今次我做嘅項目就係花奶浴加古法按摩90分鐘，會員價都只係298蚊。按摩會用上天然嘅植物精油，配合技師純屬專業嘅手法，舒緩我身體各部位嘅肌肉疲勞，就連手部嘅肌肉都唔會放過。仲有我哋男士最重要嘅腰部，行得多企得多都要保養下嘅腿部。啱啱做完呢個90分鐘嘅按摩啦，最特別咧，佢係有個花奶浴啊！咁喺浸完花奶浴之後咧，再去按摩啦，真係感受到真係更加放鬆輕鬆到啊！加上呢個技師嘅手法真係好正宗啦，按中晒我身體唔同嘅穴位啊，等我啲疲勞真係可以盡消啊！咁呢度真係值得推薦俾大家。更加睇完呢條視頻咧，可以享用佢哋嘅會員價，咁大家快啲過嚟啦！咁今集亦都介紹到呢度，如果喜歡我嘅片，記得訂閱我同埋讚好，我係機械貓。大家好啊！今日優越美肌呢，煲咗個豬骨雞腳木瓜湯俾大家免費享用㗎。